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9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请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民进党要送游锡堃甲蔡其昌来选立法院正副院长，两个人下晡拜访民众党团，也拿国民党的韩国瑜甲江启臣也和民进党做伙来关门开会。中营技术工会进前讲要伫春节罢工，也毋过即马公司讲会调整薪水，所以工会决定春节甲清明连假照常轮班。法国发生大规模的抗议，讲政府的农业政策无法度改善生活，就连蒙娜丽莎迄幅图也互人画汤，场面真激烈。好在新国会新气象，咱即马要来关心的是民进党团因决定要送游锡堃甲蔡其昌去选立法院的正副院长。今仔日赖清德也有来参加会议，这组人选伫下晡就会去拜访民众党团，也毋过针对黄国昌所讲的单一调位，这立营是隆重反对，认为讲这就是咧迫害制度。民进党主席、总统当选人赖清德29到立法院出席民进党团会议，为大家加油。会中也通过由现任立法院正副议长游锡堃、蔡其昌组成的游枪配竞争国会议长宝座。我们虽然没有把握，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全力以赴。目前国会3党无过半，若力要争取龙头宝座，必须民众党加做关键招数。民众党主席郭文哲阁是发声爱若力正副议长参选人到民众党团面试，那也29透早先拜会。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批评只是咧创造声量。整个民众党难道还要经过这个程序才会看得懂吗？这不过是在表演创造声量而已。国民党在骗人，但是一个白痴啊！另外，民众党部分区立委当选人黄国昌今日淡出单一调位制，呼吁若力两党表态。另外，立委多数反对，认为民众党为着谈判条件，无受到破坏制度。其实还是不成比例的放大民众党席次的这个重要性。到底真的是为了改革国会？还是频频的出招，只是为了自己。伫党团会议了后，游锡堃、蔡其昌预计下昼2点半前往民众党团拜会，寻求80委员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到底是啥人来带头咧？今仔日早起，国民党的韩国瑜甲江启臣已经去拜访民众党团，双方是关门开会40分钟。了后，韩国瑜是表示讲，各项话题恁拢有讲，也毋过煞无讨论到单一调位的议题。也那黄国昌是表示讲，这摆的会谈是良性的互动，主要就是咧讨论国会改革。要不要拥抱一下？韩国瑜轻轻拉打黄国昌的肩胛头致意，代表国民党参选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韩江佩，29早起拜会民众党团，双方闭门会谈差不多40分钟。伫结束了，韩国瑜强调交流的过程，大家什么拢有讲到。很多人都说密室协商好像有利益勾结，我要再一次的澄清，当今的国民党是在野，我们没有任何资源，所以我们只有无比的真诚。来跟民众党来交流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健康良性的互动，绝对没有外界所形容的什么私设行堂，或者是要密室协商交换什么样的东西。最主要的，我们两边是针对国会改革的理念。韩国瑜表示，伫会中也讲到民众党所提出的4项改革，彼此活动共识真好，但是无讨论到委员会单一调位制。因那闭门会谈，发人质疑是军阀事件2.0。韩国瑜也讲唔通想伤多，想太多了。我们10位立法委员就是同班同学，若干年之后，我们有一天会离开立法院。回想这一段，既甜蜜又紧张又刺激，又帮老百姓满足了很多需要。非常快的一件事情，郭长秀抱一下吧。OK。伫离开进前，也阁特别咱黄国昌，是不是会担心纳会走票？韩国瑜无加做回应。民众党是讲，30日将会由党主席郭文哲开记者会，公布民众党对国会领头选举的态度甲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长伫台海周围又阁侦测到中国的7架军机甲6架军舰，另外阁有一粒空飘气球是飞过咱的海峡中线。针对这个美国对台湾军事进度延后的问题，即马拄则结束访台的美国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
贝拉，伊是搁一摆来强调讲，这是因为俄乌战争甲以哈冲突，才有这个装备塌伫个路面，也若美方会确保3年甲台湾徛共阵。国防部公布，伫2月规工总共侦测7台次的强机，6台次的强舰出现伫台海周边，还有一粒空飘气球飞过海峡中线。自台中的西南平68海里的所在，向东平飞到北部的天顶才无去。共军继续扰乱台湾，淹过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依然是1日前，拄则结束访问台湾的行程，登去美国的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伫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阵，重申伫台湾的讲法，讲军备散散，确实因为俄乌战争加中东战争而塞车。怎么将伫咧官工制作？美国国会加行政部门将会努力确保3年。美国加台湾是徛做伙。Within Congress, there's a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to get these indigenous production l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 and running, modernized, working with industry, but also then to work with friends and allies to, in the region to also create some production lines. 贝拉也强调，美国向北京传达的信息是希望维持现主时的状况。不过，中国方面动作真多。根据日本的独媒新闻报道，中国2013年单方面伫咧东海围设防空识别区，唔但甲日本的 ADIZ 小塔，也佮甲钓鱼台也包括在内。伫咧最近也上台部署至少3台军舰，甲外来航机赶走，定定甲日本的护卫舰相对。日本媒体认为，目的是为着要阻止日美伫咧台湾有事时阵支援台湾。比如说，驻韩的美军航空部队往南支援的时候，中共可能就会在这里设下相关的这个主决区。但是无论如何，中共它的军事力量还是不足以在台海就是发动战争。特别是如果美国跟日本来协防的话，那中共胜算就更低了。多即分也分析，甲封锁台海比起来，中共伫咧东海行动。是更加注重伫咧整体地缘政治的布局考虑，是想要凸显伊的主权甲地权，也为着要争夺这个地区的油气产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通市技术职业工会中央分会进前是讲要伫春节来罢工，也毋过昨暗伫行政院甲相关部会协调之下，即马劳资双方已经讲好势，这公司会调整薪水甲津贴，也若工会嘛会配合，今年的春节甲清明年假拢会照常轮班。由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见证。通知技术职业工会理事长李胜元，甲东营航空的副总经理朴惠平代表劳资双方达成几项协议。本来传要伫咧春节罢工的危机，怎么解读？互订票的旅客甲旅游业者心情较放松。这个专案小组已经成立超过2个礼拜，那最后也是密集协商了20个小时。那我要特别肯定长荣航空以及机师工会都能够发挥智慧。创造双赢。技术工会发声明，讲双方达成4点协议，公司同意搁再调起飞行员的薪水，正驾驶1个月13500，资深副驾驶1个月10000，副驾驶1个月10000。有关外站津贴的部分，公司答应的定期检视，并且赶紧伫咧顶半年度进一步调起。另外，公司同意无直接以正技师的身份聘用外国籍的技师。自协议生效即天开始，到民国135年5月30日为止，工会袂搁再就这3项协议的内容发动争议行为。旅游业者希望以后大众交通运输的罢工有顾期会当法令化。大众运输相关，包括铁路、航空啊相关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公共运输呢。它的整个的罢工呢，需要一个预告期。当然，旅行工会的版本希望是1个月。那这个部分来讲，把它就是制度化。劳资争议正式结束，也代表东营航空的技师伫今年春节甲清明未罢工。交通部长王国材呼吁东营航空的高层爱定期甲工会对话。东营航空表示，其有守护旅客权益，已经上大可能甲技术工会达成协议。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半暝2点11分的时阵，伫花莲万英乡发生规模5.2的地震，了后更有5摆的地震尾。气象署是表示讲，这是今年以来第一个规模超过5的地震。接落来这几天，当地也真有可能会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震。
透早2點11分，真濟花蓮的民眾佇困夢中，和手機的國家警報驚甲醒起來。花蓮佇透早2點11分，先發生規模5.2的地震，深度5公里，上大震度佇咧花蓮4級，全台灣攏感受會到。無夠1分鐘，佫發生規模4.9的地震，所以佫連續發生4遍的地震。有啊，它不是會響嗎？哦，你有收到地震簡訊？對。哦，所以有感覺到2次。2次對啊。哦，會不會害怕？有一點哦。我們說要不要逃下去？長期它受到板塊的擠壓，它會有能量啊，或者是一些應力的蓄積。那如果靠着這些比較頻繁的地震啊，讓它分幾次的釋放能量，其實對於這個地區也是比較好的現象。地震測報中心分析，當地佇咧板塊交界所在，本來就是接發生地震的所在。2013年當地也捌發生過6.4規模的地震。所以佇3天內，攏要注意可能抑會發生地震。另外，佇天氣的部分，這禮拜溫度回升明顯，拜2到拜4，各地高溫攏會到25度以上，中南部地區會到30度。1到拜5，微弱的東北季風影響，桃園以北又有南山雨，到後禮拜2開始，有一波鋒面會來。後禮拜3，過年前冷空氣過來，有機會到大陸冷氣團的頂級。到了6號、7號左右的時候，隨着鋒面通過，那後頭的一個冷空氣就會南下。那目前的強度的確預估是有機會來到冷氣團的等級哦。氣象署提醒大家，地即馬氣象資料顯示，過年前一天前後水氣較濟，佇春節的前半段天氣較冷，有無資料依然有無確定性，冷空氣的強度也該看，民眾會當把握這禮拜溫度回升，趕緊摒掃。記者綜合報道。頭拄咱佇新聞當中有看到，即禮拜這氣溫已經回升，所以要大摒掃，就要趁這個機會啊！今仔日北台灣嘛，總算是看會到日頭。氣象署是表示講，下半晡開始，除了東部的正方面，還有這個濕濕雨以外，各地頭到拜4進前，攏會是濟份好天的天氣。頂禮拜寒流到地，規台灣天氣又閣濕又閣冷。日記透早北台灣總算出日頭，氣溫回升。民眾嘛暫時外灘唔免穿遐高。氣象署表示，未來這禮拜各地高溫攏佇咧20度以上，溫暖的感覺就親像春天已經來啊。那各地大致上到了週2一直到週4呢，天氣都會逐漸的穩定。週3、週4這2天呢，其實在北部地區，其實白天的高溫也有機會來到26度左右。那中南部地區可能比較近內陸的地方，甚至有機會來到29、30度的一個高溫哦。另外，落雨的部分，氣象署表示，除了東半部迎方面，也閣南山小塊的落雨以外，其他所在拜2到拜4都會是相對穩定的天氣。本週呢，比較明顯的一個冷空氣，大概是落在週5這一天。2月2號呢，有一波比較弱的一個東北季風南下，不過對於低溫的影響並不會太明顯，主要是迎風面北部地區的高溫會有下降的情形。不過北部白天的高溫大致上還是可以落在21度左右。另外，氣象署提醒，後禮拜新正假期進前，又有一波鋒面會通過台灣。目前預估時間點是伫咧後禮拜2到後禮拜3。氣象署嘛預估，這波冷空氣的強度有可能達到冷氣團的等級。提醒民眾，新正若要摒掃、要傳年貨，攏要好好把握這禮拜好天氣。記者林玉凱台北報道。有跨國運動的集團是用假包裹的方式，將18公斤外的凱他命藏佇個電纜線內底，對法國寄來到台灣。台中的警方佇個嫌犯去領包裹的時陣，現場將3個人全部攏裝起來，毒品算咧，這價值有3600萬台票。專案即馬已經上辦，後手真有可能有7檔以上的刑事責任。3名運動集團的成員來到台中西屯區的郵局，拄領完包裹行出來，就去周圍20名員警衝出來壓制。警方接到證據，包裹內底藏有第3級的毒品凱他命。收錢！來，身份證報出來。警方將包裹拆開，內底是幾個捆為法國進口的電纜線。這個跨國運動集團以黑色貼布將凱他命固定在電纜線條內底。去年9月，財政部通報，抽查包裹送驗發現有毒品，馬上通報刑事局追查。警方在處貨店埋伏，逮捕領貨感情犯嫌，還佫在巷仔口監視馬姓主嫌蘇姓共犯，總共3個人。刑事局表示，犯嫌以國際包裹運毒產品查緝，10天之內交貨，就會當得到60萬的報酬，因此決
定行险路。确认简姓犯嫌领的邮件随即是本案的毒品时，随即在现场查获到案，并同步追查在巷口监看的苏姓及马姓共犯2人到案，将马姓犯嫌等3人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查到18.3公斤的凯他命，市价大约3600万块。专案以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运输第3级的毒品，未来会面临7年以上有期徒刑，会使并科1000万块以下罚金。另外，毒品源头是毋是为东南亚转运，搁再由法国所带，警方会继续来追查。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新北市有一个姓卢的男性是无牌替人处理废气的建材，已经3摆甲规车的废弃物拢车去桃园的保育山区，这不法所得有4万8。另外，也有一个姓廖的业者，伊虽然讲有摕到这个清理废弃物的牌，也毋过逐个月拢超量处理，所以本社无通送焚化炉，就规车拢送去到北海岸甲石门的山区来炖，一直到现场传出歹味，专案才总算见光。涂骹挖出一个大坑，摕钢锹切娘，大量废弃物乌白放大，有砖啊、废塑胶、阿摩涂角，现场也堆放大量生活粪扫，发出阵阵的恶臭。检警发现，非法堆放甲乱倒拢是同一个人做的。因废弃物持续散发出恶臭，不断遭民众陈情。非法储存废弃物外，亦发现未领有清除许可之杰某公司及梁某土木包工业。非法清除废弃物之上址，当场查获掩埋砖头、混凝石块。今麦细料抓包人，前后成立2间清运公司，虽然有取得新北环保局核发的清除许可证，会当清除废弃物，也毋过检警查出，业者逐个月超量承揽。寄出来的废弃物无法度进入焚化厂来处理，导致北海岸一带甲新北石门树林地去厂房相堆放，只是转运也是渡人，也爱有许可，业者无合法申请就堆放，还按时间至少1年。检方也以废弃物清理法起诉涉案4个人甲2间公司。大量建材乱倒山林，检方也接到林业署的情资。桃园市观音的保安林地，互人随意倒废弃物，顺线吊挂监视器，查出一名细女的司机无照接案乱倒。履信嫌疑人并没有清除废弃物等相关证明文件，趁深夜随意将装潢废弃物任意倾倒于保安林地。警方调查后，将吕嫌依涉嫌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检方调查40多岁姓女的查甫人，平常从事废运运输，私底下甲亲戚朋友非法清运废弃物。敢若去年7月，就互查出将石膏帮、隔音棉、装潢建材等为新北再起桃园保林地，连续3摆乱倒，不法获利达到48000块。除了涉及刑事责任，也违反森林法法规，会当罚6万至30万。记者综合报道。阳明山的保护区伫40多年前变作是主体区，即马这个土地是起价起过磅啊，所以环保团体是跳出来呼吁政府爱把这个土地搁改到当去保护区，唔通开发过度。台北市府是有讲要来举办座谈会，也那内政部是讲会以保护国土甲环境来做主要的目标，才搁讨论相关的做法。不要财团盖豪宅，不要财团盖豪宅。大写画口号，呼吁政府把阳明山山顶部分的主题区恢复做保护区，因为阳明山永公路迄块地的土地，永过捌是保护区。40多年前，因为一个行政命令，就变更做主题区。最近这几年，所有财团投资土地，环团甲居民拢无愿意看到去向乌白炒土地的情形。应该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做伙呼吁中央甲地方政府爱有作为。气候变迁的因素，我们不希望就是有意外、有死亡，我们中央才会启动这个检讨啦。这些区域几乎都是被财团囊括的，所以我们呼吁，台北市政府，你赶快把它恢复为保护区。因为受到法令的限制，当地居民无法度整建因的厝。居民嘛希望政府会当发外开恩，温准居民原地整建。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寄存住户的权益，开放给居民补办登记，保障居民合法的财产权还有生存权。
环团甲居民要求台北市府严格把关，保护当地自然环境，也要求内政部爱保护国土。内政部都委会会综合考量那地方所呈报上来的内容，以及民众的这些陈情意见呢，来做这个整体的考量。国土署强调讲，针对环团甲居民的诉求，拢会做讨论，嘛会请台北市府进行相关的听书。然后台北市府会启动通盘检讨，举行座谈会，嘛请居民参加发言，了解居民的心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讲，伫约旦的东北部挖近叙利亚迄个所在，这美军受到无人机的攻击，有3个人死亡，几若10人受伤。虽然讲即马是当咧调查这个案件，也毋过美方其实知影讲，这就是伊朗所支持的组织来做的，这也是以下冲突以来第一摆针对美军的攻击。美国伫咧中东遭受到重伤害，总统拜登伫咧南卡一场竞选活动，带大家默哀。拜登发声明讲，虽然抑阁伫咧调查这边攻击案的真相，不过美国知影这是由伊朗伫咧叙利亚甲伊拉克支持的武装组织所做的。离被驻守伫约旦东北挖叙利亚边境的美军遭受无人机攻击，有几位美国官员讲，至少有34个人头部受伤，有一寡进一步接受治疗。无人机是伫咧透早攻击军营的附近，有可能安尼先造成伤亡人数较侪。又甲伊朗有关的武装组织造成的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共计攻击3个基地，其中一个就伫咧约旦甲叙利亚边境。不过约旦讲攻击毋是伫因国家的境内。وهذا خارج حدود الأراضي الأردنية. 美国伫咧约旦的军事部署被认为是敏感的问题，尤其以下冲突的局势愈来愈严重。去年底，阿曼当局要求华府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来加强边境的防御。以下冲突以来，美军伫咧伊拉克甲叙利亚遭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攻击超过150遍。离被这件攻击案发生进前，至少已经有78人伤亡，大部分拢是头部受伤。美国军舰也遭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攻击。青年运动伫这段时间一直扰乱经过红海的商船。虽然美国的官方到即马也是讲，华府的立场是袂伫咧中东开战，但是因也一直对伊拉克甲叙利亚境内的伊朗所支持的武装组织青年运动的攻击进行报复的行动。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辑。法国各地最近发生大规模的抗议，因是封锁巴黎对外的道路，抗议政府的这个农业政策是根本无法度来帮助农民改善生活，而且就连这个世界有名的话蒙娜丽莎也互人破汤，这场面是真激烈。因为示威气候运动的人士对罗布宫所收藏的名画《蒙娜丽莎》破汤，抗议政府的农业政策，领游客看到了拢惊一个。这是这几年来真侪环保团体或者是异议人士定来用来抗议的手段。好佳在汤只是破伫咧保护为做的防弹玻璃顶头。Oui, je suis complètement, je comprends 1000 fois les revendications. Mais par contre, le rapport avec l'art, je ne vois pas pourquoi atteindre les œuvres d'art. 环保人士讲，罗布宫的行动是为了要提醒大家注意粮食生产加农业部门占温室气体排放量20%。强调法国的农业系统破病啊，农民即马是伫咧硬经，要求爱进行改革。虽然一个吹家上任的新总理艾塔尔有宣布几项让步的方案，包括撤回慢慢调降农业柴油补贴的计划，但是农民认为这款措施无法度帮助因减轻债务加行政压力。26开始上街头示威，一个发动全国串联，把主要道路拢冻掉的。南部的城市蒙彼利埃。农民先会示威，那帮要农民把规卡车的红番姜烧掉，抗议来自监管较令的国家的无公平的竞争。因要求政府改善农业产品的绩效，设法提高农业的收入，也个减少官方繁杂的行政程序，并且伫咧全球化的情形下，保护法国农产品面对外国进口产品的恶性竞争。
combien d'années on dit « Ah, c'est merveilleux, le Premier ministre a dit qu'il allait soulager les agriculteurs. » Ça fait 7 ans qu'ils sont au pouvoir. Pourquoi est-ce qu'ils ne l'ont pas fait? Pourquoi est-ce qu'ils attendent d'avoir des agriculteurs qui se suicident? 法国上大的农业组织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宣布，8月下昼开始无限期包围首都巴黎。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兰是讲，会采取更加侪措施来满足农民的要求，并且是动员15000位军警来应对农民的抗议活动，防止农民入侵巴黎。不过也要求军警爱小可较早一日。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 全球上大的邮轮海洋标志号伫1月27为美国的迈阿密出航，要展开1礼拜的旅程。这船顶会当载8000人，有设备收水池、储冰场，甚至是戏园甲餐厅等等。也毋过，环保团体所认为讲，这邮轮发展动的时阵，会排出大量的温室气体，也就是甲烷，这对环境造成真大的冲击。 全球上大邮轮海洋标志号启程的时阵，真侪民众拢做伙来见证。伊的船身有365公尺长，比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还佫较悬。20英的甲板分做8区，有6个储水道、7个烧水池、1个储冰场、1间剧院，还佫有40多间餐厅、酒吧、休息室。载客量要8000人，还佫有2350个船组员。伊动力的来源是使用液化天然气，落入上燃料引擎。 因若环保人士认为邮轮的引擎发动的时阵，液化天然气部分的甲烷会流出来，对气候环境造成无法度接受的风险。推广液化天然气加做船的燃料的海洋液化天然气联盟认为这是误解。 When LNG-fueled engines were first introduced, and these were the low-pressure four-strokes which the cruise sector uses,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address local emissions. The moment that you start using LNG as a marine fuel, including in cruise ships, you actually start to emit mor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an if you had done nothing and continued to run on the fuels that we're using today. 有开发邮轮引擎的公司认为，即卖技术，互甲烷排放量比20-30年前减90%。根据上新的研究，邮轮引擎的甲烷燃烧无安全的平均值是6.4%，国际海事组织认定的是3.5%。 加拿大航运创意人士巴福德认为讲，国际海事组至少爱提供依据，互亲像海洋标志号这款液化天然气相关的建设会当卖阁出现，因为这款使用能源的方式，拢毋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方式。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咱台积电伫日本。 量子电脑因为有超级电脑的运算能力，所以即马世界各国拢咧投入研发。咱的中研院即马是家己成功制造全系统的量子电脑，后手会阁甲各界做伙来合作，继续提高效能。利用透波热能机将环境的热调动因素降低，才会当操作晶片。 中研院甲国科会资助的量子电脑计划有重要突破，自制出5位元超大全系统量子电脑。一个是在晶片的制作，可以让我们实际上去操作这些位元。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对整个控制系统、整个环境的了解。国家的超级电脑没有办法跟我们的量子电脑及时的衔接，它可以模拟大位元的一些。 的运作，因此有助于演算法的开发。因为量子电脑具备比超级电脑更较强大的运算潜力，所以全球拢投入研发。国内团队会当自制超大量子晶片实际操作，也互台湾加入世界少数会当自制超大量子电脑的领先行列中。未来有机会利用伊的强大算力来提升机器学习，应用伫生意、金融、交通，还是天气观测等领域。5年80亿，台湾事实上从来不是用预算比人家多在赢人家的哈。我们半导体产业的经验、跟人才、跟技术。 也是都会进来。借由量子通讯加密，可以强化资安传播的安全性，强大的运算能力，也将对 AI、金融、生意等领域。那么未来呢，中研院将以南部院区作为我们国家级量子科研的基地。不过，量子电脑科技虽然继续进步，不过目前离一般民生使用也有距离。中研院指出。 5位元超大量子电脑会先提供给计划甲作者使用，后手会继续研究安怎解决晶片制定问题，提升效能。
而且国家三下建界开发多回环高性能的量子电脑。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交通有影是真复杂，有的是红灯等上久，有的是即个青灯上过底啊。上久的就是伫高强路47巷甲34巷，红灯拢总有204秒。也若上底的青灯是伫个潭美街成功桥骹，敢若8秒尔。即马交通局是回应讲，会随时来检讨，来兼顾人甲车的需求。伫台北市平常时尖峰的时段。侪人甲车伫咧市区内底咧行耍，毋过路口的交通号志，但红灯的时间嘛去互民众批评，毋是伤长，就是伤短。亲像潭美街成功桥下骹，8米宽的车路，青灯敢若有8秒。在地居民讲，要过车路，确实是真赶。是有短一点的，因为这边车子绿灯要过斑马线，对不对？这边车子也是绿灯啊，很危险啊，所以要停一下。长辈是比较慢，是短了一点。我自己是还好了。迄若交通号志爱等上久的，是伫国强路47巷甲34巷，尖峰的时段6米宽的车路，红灯爱等204秒，超过3分钟。就是不方便啦，太久了，因为像老人我觉得20秒有时候甚至于18秒，根本都走不过来。等的时间长，青灯阁无几秒，民众是感觉真无利便。交通局表示，市府从2019年开始，针对重点路口设置智慧号志。去年锁定29条较会塞车的路段，设置221个智慧动态号志，会当即时监测车流。车流若减少，就会缩短等红灯的时间。对，在行人描述的部分，我们都会满足我们刚刚提到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的一个规定哦。那我们行人绿灯呢，都会至少要满足行人穿越道长度1公尺1秒的这个规定。交通局表示，交通号志的秒数原则上会分作是早起、下晡、尖峰、离峰、甲休困日等等的设计，会随时做检讨，而且增加设置智慧号志，兼顾车流顺，也佫有行人通行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国内针对65岁以上健保自付的补助，在各县市金额是无啥共款。即马为着要落实健保的平权，云林县政府今年7月份开始就会追加补助。云林县政府表示，讲65岁以上轻度身心障碍者健保的自付款追加补助，对本地的25%提悬到50%。也若65岁以上中度身心障碍是本地补助50%，即马会提悬到100%。也若食到100岁的这个长辈，就会全部拢来补助，预计会有1万多人来受惠。按算今年7月初1就会开始实施。另外，咱要来看到台东鹿野的龙田村，有一条1公里外的产业道路，拢是种这个南林树，过去就亲像是青色的崩坑共款。也毋过最近这规排的树叶煞拢好剪了了。乡公所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去年风台甲这个树枝吹好断去，去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所以即马毋才会拢甲剪咧，烂人一个角就会阁发出来啊。这规排树啊、树枝全部拢风扑掉，甲过去游客一来看到规排绿色的崩坑，伫树荫骹的大路骑自行车，也会当倒伫大路上看树顶风景的真方便。即马遮歹看的景观，互游客真失望。有树叶比较自然嘛，感觉蛮可惜的，因为都是失去这次最想要来看的点。这是台东县鹿野乡龙田村的北山路，两边是龙田，早期是产业道路。过去乡公所推荐当地员工种规排1.2公里的小叶懒人树，营造绿色崩坑的景观。不过去年因为连续风台吹掉的小叶懒人，树枝啊，互强风吹落伫附近的林家甲龙田，造成居民甲农民的无方便。乡公所表示，为去年就接到农民甲居民的抗议，为要解决村民的困扰，即摆用 A 化树啊、钢化修剪树枝。暂时互景观改变。早啊，无阳，无日头，无迄落，我都杂条都无修啊。做任何一件事情，当然都会有利跟弊啦。在路树矮化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经过审慎考虑，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有人批评这道式的修剪手法真粗，也毋过乡长强调，这是专项修剪行道树作业，即马可能景观看起来无啥好看，也毋过热天都会开好，叶啊发甲真侪景观。记者综合报道。
健保署统计，2020年因为白内障来看医生的人，60岁以上就超过8成。这几年来有愈来愈少年化的趋势。亲像伫高雄，就有一个病患，50岁的时阵去得这个白内障。去年虽然有开刀，也毋过最近伊的目睭佫开始蒙雾。医生就表示讲，这种离厝的白内障，就会出现伫动过白内障手术的患者。医生当咧替病患检查目睭，发现目睭前有一个亲像台湾的图样，来造成病患看无啥清楚。这位是邱小姐，今年50几岁，高单前发现家己有白内障，去年才开刀。不过手术了后才过2个月，目睭佫开始会雾，看医生才发现是离厝白内障，而且目睭的后囊柔顺，亲像台湾的模样。邱小姐是感觉惊奇。后囊的产生，我也觉得。应该是在意料之中。我觉得没有像他提到的那几个那么严重，反而是比较轻微一点的。虽然它的形状比较特别，这倒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地方。这几年因为电子产品流行，白内障有少年化的趋势。医生表示，开白内障手术的病患大部分拢会出现离厝白内障，因为对肢体后囊会搁生出细胞，才会出现雾的状况。但是严重影响生活，会建议爱做雷射手术，视力才会当恢复。可是清除完的时候，很多细胞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所以说有些在里面会慢慢会移到后囊的地方，到后面的地方去哈。然后在那转移的过程呢，这些细胞会产生变形、变性、混浊等等之类，所以说它刚好集中在后面的地方。经过卫福部统计，伫109年，全台就有24万多人接受过白内障手术，比前一年更较侪。医生呼吁，若是要预防白内障，就要减少紫外线加3C 蓝光，好好休困，才是对目睭上好的保护。记者钟义辉、屈昭阳高雄报道。卫福部研究人工生殖法的修法草案，也毋过民间团体公布网络的调查，煞讲有超过70%的人是反对开放予单身也是同志来用人工生殖法。因强调讲，安尼等于是制造单亲的家庭，恐惊违反儿童公约。为了要让想要生囡仔人拢会当生，卫福部针对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已经有初步的内容，虽然未提出行政院的版本。也毋过准备要扩大纳入单身的女性加同志女性等对象，但是民间团体最近针对全台湾的民众进行代理孕母合法化知识态度问卷调查，结果8124条资料内面，有效样本7780份内面有5720位，超过70%无支持单身的人士做人工生殖。身份认同的问题，可能小时候是不明显的，可是当他们长大以后。成年以后，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捐精卵的后代对受孕的方法，他们会感到很悲伤，甚至感到痛苦或者是愤怒。妇女团体表示，人工生殖技术应该以治疗未生为目的，不是作为创造性命的方法，也禁止商业目的。单身的女性并不是未生的患者，无符合人工生殖法立法的主旨。而且，单身的女性做人工生殖，会让囡仔成长过程无留白，就敢若是挑工制造单亲家庭，这样违反儿童公约的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单亲本来你的资源也少了一半，你的家庭支持系统少了一半，而很多的部分是对孩子来说，他对自己将来的认同和他将来怎么样去建立正常的、平和的两性关系。那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因为目前人工生殖法并无具体的修法时程甲目标，卫福部按算伫咧旧历过年了开2场公听会，来决定人工生殖法应该安怎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去年的诈骗犯罪金额有73亿，立法院虽然讲有修法，也毋过立委所表示讲，这诈骗原来是有3万外件，所以呼吁爱增加科技的侦查，也爱检讨逐个月掠诈骗的成效。台湾诈骗的案件真多，立法院伫去年3读通过打击诈骗5法，政府也成立打击诈骗办公室，也毋过效果无符合个人的期待，也影响台湾的国际形象。敢若伫前年，民众被诈骗的金额就到73.3亿。打击诈骗办公室讲，去年下半年当来诈骗金额是49.5亿。目前也甲 FB、Google 积极协调，将诈骗内容提来，
不过因为无打击诈骗专法，推动较困难。因为下半年又在审预算，上半年的部分2月1号重新的一个会期开始，我们就应该要把它提出来。我们是希望是这个本人的申请，因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司。他说，全世界也没有人这样做，我们就是有人来申请，我们就要受理。那我们也能够找到这家公司，其实他们也配合。经政署统计，在最近5年来，每年诈欺案件报案的件数有超过23000件，去年更加创新高到37984件。对个人定定看到的电商游戏点数、第三方支付诈骗手法，数位产业署表示，电商雇主外劳危机，即马已经强化80间电商的资源体制。面对着第三方支付诈骗，金管会表示，社会有一时宽存和资金无法度流动，有机会甲被诈骗的钱替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串联是电商的问题，还是第三方支付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针对他们治安会再有一些强化的作为。他这个报案的账户是虚拟账户的话，现在虚拟账户一定会对到一个银行的一个实体账户，也就是第三方支付在银行开的账户，所以银行就要负责。银行会把那个金额先圈存。诈骗方式愈来愈多元，包括网络诈欺、电信诈欺、其他的诈欺。立委呼吁增加科技侦查的能量，也追究社会平台的责任，将会每个月定期检验打击诈骗的成效。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这西北河甲火金鼓就是真经典的台语儿童歌谣。即马为着要推广新的台语囡仔歌，公司台语界发表专辑《咱的歌》，内底有收9条原创歌曲，有念谣，嘛有摇滚等等的类型。希望讲，互母语伫囡仔的生活当中会当定根。月琴结合吉他，用台语唱出猫仔要偷食鱼的主题，听着是真活泼。公司台语台礼拜发表专辑《咱的歌》，包括这条偷食鱼在内，加强收9条台语囡仔歌，有风俗、动物等等的主题，拢是要共人创作，为囡仔打造全新的台语歌。正英老师、秀荣老师就帮我正音，就是讲咱一寡台语的变调若是有变得好、变好对，才会意思才会对互我学到这一物件安尼。阮其实平常时就有咧写，就尽量要甲生活的一寡物件用台语甲记录落来，互囡仔会当唱。专辑中制作人指出，这古早的台语囡仔歌已经无下现代囡仔的生活情景。公司台语台用1年筹备这张专辑，希望讲用囡仔歌的创作，互台语会当伫囡仔的生活中定根，未来也会透过电视、网络等等的媒体放送推广。因为咱即马听的童谣也是囡仔歌拢较旧。迄早的物件可能即摆已经无啊，所以讲即个评选会较去选择迄种较新的题材。阮想要把每一种种类的歌曲都留下来。教育体系，因为咱的国语运动以及咱传播媒体，拢无咧宣传，拢一概拢以华语为主，所以咱的台语歌拢无出现新的台语歌，所以咱的歌希望就是讲会当将咱这个台语歌变成咱的台湾时代的声音吼。目前，咱的歌这个专辑伫咧音乐平台嘅 Street Voice 会当免费收听。台语台台长嘛，希望未来会当有机会继续举办囡仔歌的创作评选，为大众提供优质的台语囡仔歌。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府城台南已经400栋，尤其中西区的古迹，这密度是全台湾上悬的，所以台湾首标天坛就来举办古迹巡礼的走标活动，邀请民众哪运动哪学历史，全程有4.2公里。台南建城有400年的历史，其中台南中西区的古迹密度是全台上悬。台湾首标天坛为着要让民众认捌古迹，规划古迹结合走标活动，带民众哪游览哪学历史。特别举办了5城践行活动，主要是针对中西区的就那个名胜古迹啊。走标活动路线全长4.2公里，沿途经过20个包括林百货、台南合同厅舍、地成功祖庙、国立台湾文学馆、赤坎楼、台南孔子庙、武德殿等等的国定和市定古迹。台南是古都，
啊，古都咧当然是有古迹，啊，古迹大部分集中以迄个即届要巡礼这路线，拢总有4.2公里吼，啊，拢有20几个固定和市定的古迹。古迹走庙活动串联台南出名的庙宇，甲台南中西区古迹观光景点，推广全民运动，嘛互民众用行的了解台南历史古迹、建筑特色甲宗教文化，学知识搁兼顾健康。第一届办就真受欢乐，所以嘛按算未来会继续扩大举办。记者综合报道。古早台江内海的居民定定拄着做大水，所以拢会靠人力的方式，把这个厝扛去别位，避免雨水淹着。台南市府就举办一个扛厝走溪流的活动，让大家做伙来体验早期庄内人迁村的过程。上百人做伙出来，把这间古老栋的竹笼厝扛起来。这是安南区先民因过生活场景，为了要涵盖自然做伙生活，保护家己的厝和财产，先民就是安尼先把厝扛起来。经过溪流搬厝自备这场活动，也吸引上百名民众参加。感觉是一个真趣味嘛，有意义的活动，感觉是真正做重。以前有耕的时阵，我就有耕啊，所以这个体验就是表示大家团结啦。无这间厝遮大，免那更会起来。对溪南寮兴安宫到水桥上王宫古厝地全程2公里，虽然辛苦，却是真珍贵的体验甲文化传承。扛厝走溪流是台江闸门溪流域自路特别的生命经验。因过闸门溪定定做大水，居民利用避水之机、顺水而生的生存条件，用当地材料，利用这竹仔和茅草，发展竹笼厝的建筑工法，展现人和大自然的生存智慧。今日有看到现场有一寡小朋友，咱的爸爸妈妈甲讲会当甲解说了解咱的祖先过去生活的情形，甲实际面对大自然的情形，所要保护家己的生命财产所做的努力。手工打造的竹笼厝已经获台南市政府订立做传统工艺。头一届工厝是由2018年台湾历史博物馆带辽南溪和地方砖头做伙发起，到今已经是第4届。除了工厝体验，也安排伫古堡花顶头进行走找古厝地导览，希望透过活动走找根源甲传承，变做真正会当找倒转来历史和经验的地方史。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罗马有一个卡瓦列里华尔道夫酒店，有真侪艺术品甲古董。平常时要看，就爱上无爱10000外块的台票。即马这酒店是庆祝成立一甲子，开放民众入去参观。1963年开业的卡瓦列里华尔道夫酒店，伫特鲁奇家族经营期间，收藏几啊千件艺术品古董，是全球上大私人艺术品收藏家之一。而且不只是数量惊人，真侪收藏品的顶级，引甲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伦敦的国家艺廊，或者是法国的卢浮宫来比拼。酒店接待所在挂18世纪威尼斯上杰出的风景画家，主宰配菜师的400优惠，大厅藏波兰国风巴洛克木柜，挂伫电梯口的这套芭蕾衫，是苏联时期有名的舞者纽瑞耶夫的舞台服装，也有丹麦雕塑家托瓦尔森的青铜作品。同款大理石雕像目前放伫圣彼得堡的当中。17、18世纪的挂毯，世界当然看到，亲像是1725年法国富贵皇家工厂所捧的一幅中国皇帝故事。这间伫罗马奢华真贵出名的5星级酒店，豪华双人房一晚420美金，套房起价2150块美金。即马为庆祝成立60周年，开放一般的人接待参观，有专业的导览员来解说。这些作品都连艺术史的专家拢讲是大开眼界。Well, definitely the 3 Tiepolos are very significant. They're the first works by the young Tiepolo to be part of a private home and well, painted for a private home, that is. And so they're certainly one of my top favorites. 除了公共空间所看到这艺术品以外，25楼套房内底也有房客专属的艺术显现，亲像高楼套房有普普大师安迪霍荷400限量版的美元符号，拿破仑套房是藏拿破仑2世捌用过的册刀。酒店管理部门表示，
这专出品也是无人带，即摆也开放予有兴趣民众来参观。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再来看尼加拉瓜的格拉纳达，这丧葬仪式有130档的历史，会用砖塔甲真水的马车来送大厝。虽然讲这个费用是无介绍，也毋过因为是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所以真侪人也是会照顾你来行。庄严国优雅的乌色马车慢慢驶伫透早的车路，边仔一直经过汽车，也对咧放慢车速，无任何人有怨言。马车后面是领一群人行向格拉纳达的公墓。尼加拉瓜南部的格拉纳达是中美洲上古老殖民都市之一，用马车出山的传统已经130年历史。马里拉这一天透早就起来，5点仔忝，伊甲亲人斗阵行7公里，要送妈妈最后一程。Ella llegara a fallar, a fallecer, que le lleváramos a ella como tradicional en un coche y a la vez。传统的出山过程当中，会有乐手用吉他甲小喇叭演奏音乐，马车载观察去落葬的地点，马身躯看房啊。马车车身沿看到木雕纹路，装塔五花十色的鲜花，玻璃窗啊，搁挂白色的窗仔梨。Mi mamá, ahorita mi papá y un hermano mío. Sí. Lo hemos llevado en estos coches. Esto es tradición. La gente le gusta ir pasear en la ciudad. 陪送家送别亲人，车夫卡里亚做这道13档，面赛一摆马车都爱体会一摆家属的悲伤。伊承认愈来愈少的人要做这种行业，因为这头路爱用袂少的耐心。不过业者讲，无论好野散车，在失去亲人感觉悲伤的情形之下，拢可能需要有人协助办理亲人的身后事。El coche prácticamente no es un lujo, es una necesidad. Es una necesidad para hacer el traslado porque nadie quiere cargar. Y uno no le puede decir a una persona en entierro, vení vos venís cargando. 马车出山的费用用当地货币来算，差不多是40美金，搁再有装塔制酒甲观察样式，计少有200到800美金。先总机社也提供更加新的方案，不过真侪当地人依然介意遵照传统。公司新闻杨干评测。下晡晡天气如何？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18到22度，中部地区是18到24度，南部地区20到26度，东部地区是18到23度。外岛地区12度到19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